PCE 符合預期緩解咗恐慌，霍爾木茲再現集船，金價重回$4000，油價反彈超2%。各位朋友，我係 Mini， 歡迎嚟到極致快訊，嚟睇睇琴晚到今朝嘅關鍵動態。先睇國際要聞，美伊協議再遇考驗，伊朗革命衛隊周四喺霍爾木茲海峽就襲擊咗一艘新加坡嘅貨輪，造成駕駛台受損，但冇人受傷。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咧就同日發布公告，稱擅自駛離指定航線嘅船舶咧就將不享有安全呢個保障。以色列撤軍咧就成為伊朗重要嘅紅線。消息人士稱，最終協議咧將保障黎巴嫩主權同埋領土嘅完整。盧比奧咧就表示，即將促成以嚟達成意向嘅承諾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量咧就恢復喺戰前嘅近60%。24號咧就已經有78艘船舶咧就通過，創單日最高紀錄。美國能源部長賴特預計伊朗每日原油出口量最高可達到200萬桶。另外，美國5月 PCE 年率錄得4.1%，核心 PCE 同比上漲3.4%，符合預期。一個季度 GDP 增速上修至2.1%。美聯儲威廉姆斯就將實現2%通脹目標時間咧就推遲到2028年。據 CME 美聯儲觀察，美聯儲7月加息25個基點嘅概率咧就為31%，9月累計加息25個基點嘅概率就係48.8%，累計加息50個基點嘅概率為14.6%。12月至少加息25個基點嘅概率就為81.7%，至少加息50個基點概率為41.6%。其他消息方面，蘋果提高 Mac、iPad 等多種產品嘅價格，伊拉克石油咧就否認考慮退出歐佩克。價方面，周四油價反彈 ，WTI 原油收漲2.19%，報72.1毫美元一桶；布倫特原油咧就收漲2.39%，報75.18美元一桶。伊朗襲擊貨輪咧就引發供應中斷嘅擔憂，油價獲得支撐，但海峽通航量咧就恢復近60%，限制咗反彈嘅空間。貴金屬方面，現貨黃金重回咗$4000嘅上方，收漲0.64%，報4026.78美元一盎司。現貨白銀咧就收漲0.64%，報57.83美元一盎司。PCE 數據咧符合預期，緩解咗加息嘅過度擔憂。美元咧止步3年漲，金價獲得支撐反彈。最後總結一下，伊朗集船事件考驗美伊海峽協議，霍爾木茲通航量咧就恢復近60%。PCE 數據符合預期，緩解咗加息嘅恐慌。金價咧就重返到$4000，油價反彈超2%。各位朋友，金價重返$4000嘅關口，係企穩反彈啦，定係曇花一現？歡迎嚟到評論區留言，記得點讚同關注，我哋下期見。